每日嘅早晨，我哋嘅餐台上總係少唔咗一個熟悉嘅身影，嗰樣嘢就係雞蛋。佢可能係一隻啱啱起鑊嘅煎荷包蛋，亦都可能係一隻水煮蛋配住熱牛奶。我哋食咗一世，一直以為呢個係再正常、再健康不過嘅習慣。但係呢隻每日陪住你嘅平民營養品，如果食法唔對，佢可能就唔再係延年益壽嘅補品，反而係每日都悄悄傷害你肝臟，磨損你腸胃嘅健康殺手。首先我哋嚟談談最普遍嘅誤區，就係堅信一日一隻蛋，醫生遠離我。好多關心養生嘅長輩簡直將呢句嘢當成健康聖經，每日必定要食返一隻甚至兩隻蛋。但我身邊有一位68歲嘅黃伯伯，退休之後特別注重養生，每日堅持食一隻水煮蛋，雷打不動。結果舊年體檢嗰陣，佢肝功能嘅轉氨酶指數雙雙着咗紅燈，甚至比熬夜飲酒嘅年輕人仲要高。醫生仔細了解佢嘅飲食習慣之後，指出問題好可能就係出喺呢隻營養蛋上面。其實問題絕對唔係雞蛋本身，佢富含最優質嘅蛋白質。真正嘅問題係出喺每日嘅攝入總量同身體機能嘅自然老化上邊。隨住年紀增長，我哋身體就好似一部運轉咗幾十年嘅老機器，肝臟同腎臟嘅功能效率遠遠不如年輕嗰陣，可以將食入去嘅蛋白質想象成進入身體工廠嘅原料。肝臟負責分解處理呢啲原料，喺處理過程中會產生一種對身體有毒嘅物質叫做胺，跟住肝臟再趕快將胺轉化為基本無毒嘅尿素，最後交由腎臟過濾排出體外。如果食入嚟嘅蛋白質太多啦，呢個老舊嘅加工廠就會被逼超負荷運轉，時間耐咗自然會勞損，嗰啲嚟唔切處理嘅有毒胺喺血液入邊堆積，直接造成肝細胞損傷。體檢報告上面嘅轉氨酶指數就會爆表。醫學追蹤研究亦都證實，中老年人每日蛋白質總攝取量同肝功能異常呈明顯正相關。因此，對於日常活動量唔大嘅銀髮族朋友，一日一隻雞蛋係上限，而唔係必須完成嘅標準。如果你今日中午食咗一大嚿魚肉或者幾谷豆腐，雞蛋嘅份額其實就被佔用咗。你可以選擇唔食，或者只係食半隻。更安全科學嘅做法係將目標調整為每星期食5到6隻雞蛋，俾自己留返啲彈性空間去搭配其他嘅蛋白質食物，既保證營養多元，又唔會將肝臟累壞。當然，如果係大病初愈、急需蛋白質修復身體嘅患者，或者每日有大量體力消耗嘅專業運動員，喺醫生指導下，每日食2、3隻亦都係可以㗎。但係對絕大多數普通人嚟講，適量先係對身體最好嘅保護。講完食幾多，再嚟談談點樣食。好多長輩覺得蛋黃未完全凝固嘅溏心蛋口感滑滑嫩嫩，特別好入口，最適合牙力唔好嘅老人家。但呢個其實係一種最溫柔嘅傷害。溏心蛋同隔夜熟雞蛋係我哋廚房入邊最常見嘅2個隱形殺手。溏心蛋之所以極度危險，係因為佢內部往往潛藏住沙門氏菌。呢個係一種非常頑固嘅細菌，一旦唔小心感染，輕則嘔吐、肚汁、腹部絞痛、發高燒，重則可能令免疫力較弱嘅長輩引發敗血症等致命併發症。科學研究明確指出，要徹底殺滅沙門氏菌，蛋黃嘅中心溫度必須加熱到攝氏70度以上，並持續幾分鐘。而溏心蛋嘅溫度通常只有50到60度，根本唔足以殺滅所有嘅細菌。享受滑嫩口感，等於喺度攞健康嚟搏。如果你非要食，請去購買經過嚴格低溫加熱殺菌處理嘅巴氏殺菌蛋，否則喺街市買嘅普通散裝雞蛋，務必徹底煮熟再食。第2個廚房殺手係隔夜蛋。老一輩人習慣咗節儉，食唔晒嘅飯餸同煮雞蛋擺雪櫃，第2日繼續食。低溫確實能延緩細菌滋生，但唔可以完全阻止。更嚴重嘅問題在於第2日2次加熱嘅方式。好多人為咗圖方便，將凍冰冰嘅熟雞蛋直接掟入微波爐入邊加熱。微波爐嘅高溫係非常唔均勻嘅，佢會令雞蛋入邊嘅蛋白質分子過度捲曲緊縮，變得好似燒過頭嘅劣質牛排一樣，又乾又柴。我哋嘅腸胃要消化呢種嚴重變性嘅蛋白質會非常吃力，極易引發胃脹、胃痛同消化不良，長期落嚟等於是不斷磨損脆弱嘅腸胃黏膜。
無論係帶殼定係剝殼嘅隔夜熟雞蛋，都建議喺24小時之內食晒，最長絕對唔好超過48小時。加熱嗰陣嚴禁用微波爐，最好嘅方法係用電飯煲或者炒鑊隔水蒸熱。呢種溫和嘅加熱方式能最大程度保留雞蛋嘅營養，亦都令蛋白質保持喺對腸胃最友好嘅狀態，避開咗過量同錯誤加熱嘅地雷。如果食嘅時間同食物搭配唔對，一樣會惹出大麻煩。好多長輩朝早趕時間或者啱啱起身冇胃口，習慣空肚飲一碗熱蛋花湯或者食一隻水煮蛋。呢個望落簡單高效，實質係對優質蛋白質嘅極大浪費同對身體嘅潛在傷害。我哋嘅身體朝早起身嗰陣呢，需要先補充碳水化合物，食少少粥或者全麥麵包，令腸胃開始做嘢，胃酸同消化酶被充分激活。等消化系統預熱完畢，再食入去雞蛋，佢先可以俾精準識別同分解，運送到身體各處去修復肌肉或者製造抗體。如果喺空肚嗰陣直接食雞蛋，身體急需能量啟動，就會將寶貴嘅蛋白質當成普通木炭，直接燒咗佢嚟提供熱量。呢個唔單止白白浪費營養，燃燒蛋白質嘅過程仲會產生更多含氮廢物，無端端增加咗肝腎負擔。因此，早餐嘅正確順序係先飲溫水暖胃，食啲易消化嘅主食，過10幾分鐘再食雞蛋。講到雞蛋嘅搭配，坊間一直流傳住雞蛋同豆漿絕對唔可以一齊食，會相克中毒嘅講法。呢個嘢其實只係講啱咗一半。雞蛋同豆漿一齊食絕對唔會中毒，佢哋都係極佳嘅優質營養來源。問題其實係出喺未徹底煮滾嘅生豆漿入邊。佢含有一種天然嘅胰蛋白酶抑制劑，我哋嘅身體恰好非常需要胰蛋白酶嚟消化雞蛋入邊嘅蛋白質。如果飲咗未煮熟嘅豆漿，抑制劑就會走出嚟阻礙雞蛋嘅消化，導致蛋白質吸收唔到，仲可能引起嚴重嘅腹脹同腹瀉。解決方法非常簡單，只要將豆漿加熱到100度並持續沸騰5分鐘以上，抑制劑就會被徹底破壞。無論係自己喺屋企打豆漿定係喺早餐店買，只要確認係完全煮滾熟透嘅就冇問題。便利店嘅包裝豆漿經過工業高溫滅菌，更加係絕對安全，完全可以同雞蛋安心搭配埋一齊食用。仲有就係蛋黃，唔單止唔係衰人，佢仲含有一個對抗膽固醇嘅秘密武器，就係卵磷脂。卵磷脂就好似係血管嘅清道夫，能將大粗黏稠嘅膽固醇粒粒分解成極小嘅粒粒，防止佢哋沉積喺血管壁上面，反而幫助身體順利代謝咗膽固醇。此外，蛋黃仲富含對眼非常好嘅各種維他命，以及葉黃素、玉米黃素，呢啲精華都係蛋白入邊根本冇嘅。所以對絕大多數健康人嚟講，食成隻雞蛋先係最安全，亦都係最明智嘅選擇。當然啦，健康管理因人而異，有明確腎臟功能不全嘅朋友必須嚴格控制蛋白質，食雞蛋必須聽醫生嘅建議。做過膽囊切除手術嘅人，消化脂肪能力變弱，食蛋黃要謹慎。血脂嚴重超標嘅人，亦都可以保守少少，每星期只係食2-3次蛋黃。對於健康嘅普通人嚟講，營養學嘅核心永遠係均衡同多元，可以參考一個非常簡單嘅黃金搭配模式。早餐食一隻正確煮熟嘅雞蛋，午餐食大約手掌心咁大嘅魚肉，晚餐食半掌豆腐或者飲一杯豆漿。動物蛋白同植物蛋白互相補充，既能滿足身體需求，又唔會俾器官增加額外負擔。呢個亦都係最可持續嘅健康飲食之道。同時建議大家養成定期體檢嘅習慣，多啲關注體檢報告上面嘅轉氨酶指數，以便隨時掌握自己嘅肝臟健康狀況。由聽日嘅第一餐早餐開始，就嘗試做出呢啲改變啦，為自己嘅健康長壽多存翻一份寶貴嘅本錢。